就繼續嘅喎。仲有啊，我哋要特別多謝基督徒團契啦，因為喺大家身上面閃閃下嘅襟章咧，都係由佢哋送嘅，俾啲掌聲佢哋啊！嗱，第一個表演都令到佢哋咁興奮啊，小琪。咁之後落嚟獨唱比賽更加唔少得㗎啦。事不宜遲，咁我哋有請第一位打頭陣嘅參賽者馮成剛為我哋唱出錢。究竟佢有冇錢使咧？係答正。大家都叫我做機仔喎。冇冷氣要較冷，破風扇再等8尺空間發揮，但願別逼到下世，要讓路安居需要實際。請你忍耐到底，我有意新鮮積在上位。趙老闆，故意假扮放棄了玩，金睛火眼關注金價，只要你慢，還財利大，哪裏算貪？到處兼職放棄午餐，休息不計多與少，才弄夠得開林老闆，講錢難渡過天池。放資訊標識發嘅文件。錢可換到工錢，無馬力，誰都識越起。我哋明天靠你去開始。爭多一點，炒多一點，追多一點，爭多一點，沽多一點，搶多5%先。Money。爭多一點，揾多一點，貪多一點，險多一點，賭多一點，將分秒變錢。Money。我心哪管得太多。誰斗膽去管我？建立王國無盡擴展大突破，很多人都讚我，也附和，討教我，要突破，無必要想要追要直要多到比他手高更壓力。講錢因有錢我更加得志。你說我見到不可一世，驚說你問我亦會感到忌諱，然後我吃不到你手藝，望着大屋。
先。